要恭喜你啦！今年你嘅運勢有突破之象，今年整體運勢都係非常之平穩，尤其係身邊助力同埋貴人都係非常之強嘅。喺事業同埋財運嗰方面，因為今年有助力嘅關係，所以喺事業上面特別係容易順順利利。喺財運嗰方面，今年整體財運平穩。投資方面，今年亦都可以大舉入市，投資買樓買股票都係適宜嘅。喺感情運方面，今年雖然冇桃花星，但係整體運勢非常之好，而且有貴人星相助，所以今年感情亦都可望有所突破。未有對象嘅，今年就把握機會揾一個新對象嚟拍拖啦。最後一提喺是非同埋健康嗰方面，今年是非同埋健康都唔會特別有太大嘅問題，只需要輕輕留意一下家中老人家或者長輩嘅健康就可以㗎啦。屬羊嘅朋友，今年有以下重點需要留意：第一，今年整體運勢中上；第二，今年嘅助力係特別強嘅；第三，今年事業同埋財運都冇問題；第四，感情方面今年可望平穩；第五，今年喺是非方面非常之少；第六，今年嘅健康係非常之好嘅。喺吉凶星嗰方面，屬羊嘅朋友今年有8座星，代表身邊嘅助力係非常之好。多啲留意身邊嘅同事同埋朋友，今年你嘅運勢就會非常之好噶啦。喺煞星嗰方面，第一粒披頭星代表要留意家中老人家嘅健康；第二粒係寡宿星，代表有時候感覺會好孤獨，呢個同情緒方面係有關係嘅。另外，月煞星同埋豹尾星呢兩粒星嘅影響係非常之少，所以無需特別理會。最後一提吊客星，代表留意屋企家中老人家或者長輩嘅健康，再加埋披頭星，所以今年特別要加倍留意啦。屬羊嘅人今年如果想要增加運勢，可以着力留意同財運方面有關嘅問題。喺財運方面分為正財同埋橫財。正財方面可以喺全屋嘅正東面，即是今年嘅正財位，放置8粒啡色石頭喺一杯水入邊。此外，增加橫財投資方面嘅運勢，可以喺全屋嘅正北面，亦即係今年嘅橫財位，放置6粒白色石頭喺一杯水入邊，咁樣就可以確保雞年行好運㗎啦。